咱就用青车入伊的门，就用鹅乐入伊的院。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今仔透早，咱搁三甲组织，咱伫主的圣殿搁一摆来敬拜。今仔日是足特别的日子，咱有真侪第一摆进入咱礼拜堂的好朋友，伊今仔会和咱做三角做伙来敬拜。这是咱用诚心、清洁的心，咱将咱家己摆入伫主的面前，献上咱的祈祷。上时咱嘛为咱这好朋友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好朋友，咱献上咱的祈祷，恳求圣神感动因，互因会当体会到主甲因同在的美好。咱三角来用娱乐、用天后的心，咱三角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总是时常来看顾保守阮每一天的生活。无论阮拄着啥物的境遇，主你总是来陪伴阮。主啊，就专心交托你的心去，主啊，感谢你，相信今后真侪好朋友要到咱中间，三角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传你的脚步，互因摆脱一切的阻挡，来到阮的中间，用诗歌来学着你，用诗歌来敬拜你，阿了了，感谢主。请天父，听阮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了你，你会互阮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要来亲近你。主啊，求你用你的怜悯甲你的恩惠，恩过阮每一位座位顶的兄弟姊妹。特别是今仔日第一摆来到阮中间，和阮三角聚会的好朋友，伊透过阮幸福小组所有同工来关心，今仔日第一摆来到阮的中间，要来和阮三角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除去因一切的犹豫，一切的惊吓，来到阮的中间，和阮三角来敬拜你的时，主你的圣神就甲临在因的心中。互因体会主你的疼是和因三角伫地，互因紧紧来明白这个搁真搁我的救主。主，我们将今仔日礼拜交托，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主，我们将阮今仔日的敬拜，阮全然的交托，献上阮的祈祷，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伊用温柔的声叫我不免惊。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伊用温变主爱做三把我满。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听甲希望安慰我心肝。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伊用十架宝血替我生命。主耶稣。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让我失去全部的疼，主耶稣你是我的
耶稣是咱的主，伊赦免咱拢总的罪过。上时咱来到主的面前，为了咱所犯的罪，献上伫主的面前，求主的保护、压榨、保护，洗清咱一切的罪过。此时邀请兄弟姊妹，咱三角出声，将咱认罪的祈祷献伫主的面前。上时嘛邀请圣神，即是临在伫咱的中间，洗清咱所有的罪过。咱同齐出声来祈祷。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来向你承认阮一切的罪，不管是过去、现在有行无行的，明显也是隐藏的，主啊，我拢一一来向你来承认。主啊，我要伫你的面前，阮来悔改。求你，予阮成做一个清气的、清心的人，要搁犯这的罪。主啊，求你恩待阮，将阮的罪性、罪甲主耶稣同款，拢钉死伫十字架顶。予阮面对你是我的有。主啊，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求你借耶稣、主耶稣的保护。除去阮所有的罪，洗清去，接近阮的心怀意念，互阮靠着你的恩典，伫你的面前，成做一个清洁、洁净的人。主，我们将阮一切的罪摆咧伫你的面前，常时恳求你的圣神降临，是下阮三角地底。主啊，你来感动阮每一个人，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趁着你的旨意。行伫你所以来的路中，主啊，无论阮做啥物，拢是为着荣耀你的名来行。主啊，将阮家己摆咧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引带阮未来头前的路站，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耶稣的天。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伊用温柔的声叫我毋免惊。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伊用稳定慈爱吹散我满。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听甲希望安慰我心肝。耶稣的疼是救赎的命，伊用世界宝贝替我性命。主耶稣。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主耶稣的心，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的心，我的。耶稣
像是咱为着咱今仔日2场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引带看顾尤米师母，伊伫今仔日的所带的聚会，拢会当得到主的看顾甲保守，互伊嘴所讲出来，拢是造就人的话语，互听的甲讲的平平得到造就。阮将今仔日2场的礼拜完全交托伫主的圣手，咱三甲来祈祷。像主要说，阮从今仔日2场礼拜，完全的交托伫你的圣手，主要恳求你信心，只是到阮三甲地地，阮特别为着3个尤米师母，伫今仔日所带的聚会，主恳求你信心甲三甲地地，互伊嘴所讲出来，拢是对你遐来话语，互听的甲讲的平平得到造就。像是阮恳求你的信心，临到阮的中间，临到每一个座位。互座位顶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每一位在投入阮中间的好朋友，拢会当领受主你的听甲三个同在，将一切聚会献入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引带，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阿门。耶稣的听。是无比的听，伊用温柔的声，叫我毋免惊。耶稣的听，是永远的听，伊用稳定主爱做300万满。耶稣的心。是阮一生的引带，今仔透早起来，我们来学了主，因为阮会记着主耶稣，你甲阮三甲地地。
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落主，透早起来，我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上上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我落主；透早起来，我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落主；透早起来，我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上上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我落主；透早起来，我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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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上上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我落主；透早起来，我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落主；透早起来，我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上上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上上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我落主；透早起来，我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落主；透早起来，我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哈利路亚！祝赐咱平安，耶和华嘛所带伊的祝福满满献上伫咱的心上，献上伫咱的中间。残中的白灵是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你的伤悲，为你
受事真福气，予地就花月月加时，献出听讲的根基，也好看照予满满，亲像海边土沙，稳定主爱你到万世界。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了真相伊名因无线。田中的白灵丝，无欠过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损真福气，予地上花月的加时，献出疼痛的根基，也好花照予满满，亲像海边雨伞，阮的主爱你到万世界。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了真相伊名因无线，也好我照予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你到万世界。我要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真相伊名，也好我祝福满满，也好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你到万世界。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了真相伊名因无线，学了真相伊名因无线，学了真相伊，学了真相伊名因无线。这是咱来吟圣诗590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做我甲烦恼。常喜乐平安，多多看路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真心，袂有放心到土厝，咸菜拄着油问一个。是啥物大烦恼？结果唔通常常失志，着将答案来祈祷。听有朋友到这亲像，当阮体听万彩虹。所在咱心的暖融，
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福气，互阮伫早起这个时阵，大家三甲组织来到伫你的圣殿来迎接你，来欣慕你，来敬拜你。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有侪兄弟姊妹以及阮的好朋友，做伙伫遮组织，是要通过你尽忠的女婢华诞师母、姚明师母，伊伫这个所在，甲伊的查某囝，要伫阮这中间来分享主你的听，也要用上帝你的恩典，用诗歌来分享甲见证。感谢你，这是一个恩典的时刻，也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所领受你恩典甲祝福的时阵。阮伫遮要同组织，阮看见上帝你圣神的工，要伫阮中间来做工，互阮伫整个礼拜的听书，看见上帝你的恩典，上帝你的祝福伫阮众人的内面。主啊，感谢你，互阮享受这个时刻，互阮的心较无你，互阮对圣神来得到快乐平安。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我们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是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关灵，更都是数，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这时，咱做伙来启应，我来启，逐人来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成山五国，愿上帝赐福互阮。这时咱做伙来祈祷。万关灵的主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乐尊崇你的名。今早起，你会听搁一摆起音愿，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用感谢入你的门，用学乐入你的院。阮的心要静静来听候上帝，因为你是阮的关台，是阮的石盘，是对日出到日落，对年头到年尾，拢保护阮的上帝。阮要用全人全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听。恳求主即时用圣洁的灵来圣洁阮的心，互阮全人属于你。感谢主，将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放伫富强教会，成做阮彼此的祝福，属主的听的大家庭。互阮看起家己的价值，知影伫主的眼中，阮是何等的珍贵。愿主使用阮每一个人的生命，通互人因为阮得到福气，来满足主的心意。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天国的君王，是天父上帝所欢喜公义的囝儿。毋但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生命的主宰。互阮听叹你的话，毋但领受救恩的喜乐，通过幸福小组的推动，愿回应主耶稣传福音的大使命，实践主所教导阮圣经的真理。活出主荣耀的生命，
阮无惊吓，愿勇敢壮大。伫阮生活甲工作四周围所接触的人，愿用因来传福音，带领因来认捌主，领受救恩的快乐，互主成做因生命的救主，生命的主宰。亲爱的主耶稣，今仔日是福音主日，命令开讲。愿特别邀请司马库斯教会蔡成功师母、沙运游民来分享伊的生命故事。愿主温哥高我牧师娘的嘴，互伊所分享的、所吟的诗歌，通感动在座的兄弟姊妹，特别是所有的 best， 互因搁较来认捌主，互主成做因一生的祝福。愿主会听伫阮的中间，圣神掌权来运行。伫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上帝的话语只有短短一节，所以咱要用台语，也要用华语，拢来共读一摆。咱首先用现代台语版本来读，咱做伙开嘴。伊一定若兴旺，我一定。咱即摆用国语，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咱请牧师来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吼，拄啊好秋天啊，凉凉啊吼，咱真欢喜，咱久久在期待，就是咱的福音主日，就请名人开讲吼。咱伫今仔日是第一场吼。咱特别邀请到蔡成功师母，就是沙印游命师母呢。因伫6月，6月就捌来，蔡牧师来家主礼，师母嘛伫家安尼唱一首诗歌回应了，大家听到了，哇，感觉讲印象深刻啊，这个要再请他来，所以我们就当初6月就决定说，师母你在秋天来的时候，现在这个司马库斯已经很凉爽了已经那个好像枫叶很多了，对不对不过伊就来咱家搁抓抓搁烧抓。而且咱的师母伊要来分享她就是不是以一送一是以一送5了6个以一送6，意思是讲他们一个家庭很喜欢大家聚一起。一起来到咱中间所以咱要小等的来邀请师母搁伊2个女儿一起配搭，要来用诗歌、用见证来分享。我简单搁讲一个故事，有的人较唔知那咱的师母游民师母呢，他们因是现在伫迄个司马库斯的牧会，但是因原来唔是住伫司马库斯这个部落但是同样是泰雅族啦咱知泰雅族因咧交通拢是山过山，山过山安尼有时嫁娶嘛是互相即庄甲即庄大家互相介绍这个婚姻安尼所以呢几年前咱的蔡牧师跟咱的师母呢，他们就受邀请来到司马库斯来牧会咱知影顶次6月时阵有介绍讲，司马库斯这个部落看起来甲一般。全台湾好几百个部落拢类似但是因就是无相像，因为因有特别领受到上帝给因的使命。因这个部落安尼100-200人差不多这个人数啦有的出入，但是因就是决定要用上帝给因的迄个聚会模式，搁这个经营模式
就是全庄吼变做一个大公司就对。啊，这大公司呢，大家互相帮衬，啊，亲像领薪水，但是做事，啊，有诶，即马开发着即个整个诶迄个游览诶生意吼，观光诶生意。啊，所以这个时阵你若要去哩吼，拢该登记，有时啊登记几若个月才会着。特别是迄个年假诶时阵、春节诶时阵，更较是安尼吼。啊，精彩的故事呢，咱来请尤明师母来分享啦吼。啊，我先甲因介绍咱的今仔日的讲员的家庭，啊，了后咱啊把时间交互伊吼。啊，我们就是我们的傻一尤明师母，我们欢迎她。好，第二个是她的女儿啦，第二个女儿、二女儿哈，五帕瓦旦，哈哈，三女儿老瓦瓦旦。啊，他们三个等一下哈，等下要配搭侍奉哦哈。啊，这摆要特别吼，咱的这个尤明师母的妈妈哦，妈妈亲戚的妈妈哈，老瓦也来了，老瓦。啊，看起来哈不像妈妈呢哈，我一直认为说她是姐姐还是谁呀哈。啊，那呢这个师母呢，她有2个侄儿侄女，今天他们也在咱北地会合了哈。一个是她的侄女叫有玉在这边哈，有玉在这边啊，还有达尔来，好欢迎你们哈。啊，咱的献歌队想讲吼，师母伊要唱歌吼，咱就把时间拢交互伊，所以咱今日圣歌队吼就暂休困，因为伊慢慢准备圣诞节的诗歌啦吼。等下师母伊要徛伫下骹，甲咱做较亲近、较互动吼。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尤明师母，来一起来，好，来过来。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兄弟姊妹平安。我是傻运，是泰雅族人，我是达彦哈，感谢上帝在今年的6月跟着牧师来因为玉山神学院的施工来做请安报告，所以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就刚才跟牧师讲的一样哈，就是有唱了一首诗歌然后我们长老还有牧师说要不要再来一下？那我心里想说，其实这是第一次，这是来到这么多的人的地方，来分享自己的创作，对我来讲并不容易因为每次都是牧师在我旁边。这次他也被说要到另外一个教会，也是都市原住民的教会去，他就不在我旁边，所以我有点紧张哈。我先脱一下鞋子，因为这样比较原味。穿高跟鞋，我等一下会跌倒。牧师跟我说，就是很自由的来敬拜上帝。我想这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我常常告诉我自己，脱去成为蔡成功牧师的太太、师母的身份，我还剩下什么？我就是神的儿女，我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感谢上帝，我可以荣幸的来到我们中间。其二是，我们其实也算亲家哈。我们司马库斯的亲家有在吗？有在哈。这样会手一下。我们礼拜4还去帮那个他们的媳妇，过满月，还见面了哈。所以我们也算亲家了。谢谢你们，这一层的关系，让我觉得实在是好奇妙，上帝的带领，所以我才会来到这边。谢谢你们。那现在我要来先分享。这首歌哈，我们是用影片来看哈，待会我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我所创作的《司马库斯》。Kalang musmangus, lungun di subalai luwa, oh. 我们部落的空拍哈。
我们的头目哈，在拍手那马赛头目。大概是2016年录制的专辑，到台中的交响国立交响乐团去录音。这是帮我们录制的音乐的总监，台中大甲室内乐团的总监。这个声音是已故的一届长老他的声音。Tarik kaya la de ko tamla hang kita ne pokol school det. Hangai sinagaw ko alaki takimpahan. 这是头目夫人哈，已故头目的夫人，她现在还在，70岁了。司马库斯族人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大家一起聚集，就是先来听上帝的话，把一天的工作都交托仰望给上帝，这是他们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部落的所有的建筑都是自己来的，如果你去过司马库斯就知道，他们很厉害哈，靠山就是要自己来，这是水蜜桃园。谢主，土地是孕育我们的，没有土地就没有我们的家。所以在司马库斯，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用生命来守护自己的土地。于是司马库斯，他是在全国的800多个部落里面，它是一个共荣共生的一个部落，几乎在台湾或是在全世界里面找不到一个大家可以。共同编织一个部落是上帝的部落，感谢上帝。但是在40、50年前，它有一个名字叫做黑暗的部落。当时候我的爷爷是第一任的牧师，在那个时代里面，我的爷爷他是从我们部落要走路走到司马库斯，来回奔波。当时候福音也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部落里面，70年的一个福音，我们教会在福音在司马库斯部落已经70年了，但是我阿公大概是福音进来的第10年接续福音的工作，所以他是几乎是用步行的，而且当时候司马库斯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种小米而已，然后呢？生活非常辛苦，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呢，就常常说，如果女儿不听话的话，就说你如果不听话的话，就把你嫁到司马库斯哈。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也跟我阿公走路走到司马库斯，跟他一起去牧会。我看到我阿公他是一个敬虔的牧者，在那个时代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的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在教会。所以我们刚看到这几位在唱诗的，不要看他们可能是50岁，可能60岁，跟我一样年纪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里面没有离开部落，那教会成为他们唯一学习的地方。而我阿公
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上帝所使用的人，而且在那个时候圣灵运动在泰雅族的社会里面，产生非常爆炸性的一个复兴，很多的神迹奇事在那里发生，好像使徒行传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常常在部落里面，于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被翻转。然而这中间，我看见有一个我阿公他的那种精神，然后每天早上就是在那里祷告，3点就起来祷告，我在睡觉，他在祷告，所以他的生命让我也是我影响我非常多的一个长辈。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台风，很大的一个台风，我必须要回到学校去上课，国中的时候。我凌晨早上4点，因为那时候台风整个后山的道路全部都坍方。那4点凌晨早上，阿公说起来了，我们回去了，你明天要去学校。我说好，我就回去，我们就走路。那时候用火把嘛，火把，然后4点有两个火把这样子，要轮替着用。然后呢，就走那个路到河谷，然后上去。哇，那段路。阿公累了他就祷告，累了就祷告。其实不知道我的脚因为我鞋子很小嘛，越来要这样下坡的时候就会顶到。我以前的鞋子也不是很好嘛，然后呢，结果走路要走到12个小时，走到我家里。结果隔天早上整个脚都起水泡，还流血，真的是不简单我的祖父。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家族有很多的传道人从他的祷告来，所以第一首歌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所产生出来。然后，当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起初我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本来想要用我们老头目已故的一介头目他的梦来做这首歌。起头的时候，但是我大概用2个礼拜、3个礼拜，我根本都没有想法。然后有一次我回去宜兰照顾我公公，那我就坐在钢琴前面，我祷告神说我要怎么写，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写。那个专辑要录，我也不知道那个头绪在哪里，而且是要做主打歌。于是祷告。神很奇妙，就给我一个内住的声音说：“你只需要荣耀我就好。一介长老所做的，我已纪念了。你只需要荣耀我就好。”然后于是乎有一段经文进入到我的心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所做的，对我来讲，或者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经历，无非是要来荣耀这位神。当我认识耶稣，当我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他给的，于是我可能我里面的不足，我的软弱，我的骄傲，我都要放掉。我也要成就上帝他自己，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这个卑微的人。于是这首诗歌就这样，那里面有一段话都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只提到上帝用他圣洁的话语，因为他恩待怜悯司马库斯部落，过去从无到有，上帝怜悯。原先有财团想要掳掠的土地，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上帝圣洁的话语，因为神说这是我给予你们的土地，我给予你们泰雅祖先的土地，不可以变卖。因为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管理者，我们没有权利去变卖这块土地。于是我们顺服部落族人，顺服大家一起把土地共有到现在。于是上帝很奇妙的翻转整个部落，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上帝很多的人涌到部落里面来，也应验了以介头目他的异梦。他说
往后会有很多的人会进到我们的部落，看什么呢？很多游客是要看神木，但是我说他们要来到这个地方，是看见那个妈妈那个剧目是那样的伟大。知道他几年吗？几千年。我们一生可以活多少年？他不是神，是神透过他来向世人来说明他的爱和恩典。感谢上帝，这首歌就是这样创作来的。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首歌叫做《Uduh Kayan Ngeluani Saku》。主啊，你怜悯我，天父，你怜悯我。Uduh kayan ngeluani saku, bahaya swasta maku sunan, inalusua minaski walie, sinyakan sua minas cimbana, uduh kaya ngeluani saku, bahaya swasta maku sunan, inalusua minaskin walie, sinyakan sua minas cinwanan, ungat pengelekan, imatau yayan nasunan, ungat minas kapaji, terahuku anak kenuan, uduh kayan ngeluani saku, bahaya swasta maku sunan, inalusua minaskin walie, sinyakan sua minas cinwanan, ungat pengelekan, imatau yayan nasunan, ungat minas kapaji, terahuku anak kenuan, ungat pengelekan, imatau yayan nasunan, ungat minas kapaji, terahuku anak kenuan, terahuku anak kenuan。诗篇57篇第1节说：“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第9节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称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11节说，我们一起说，我们一起来念啊。11节。阿门。这是我20年前所创作的歌，也是我的第一首歌。当时候我们是在珍稀堡教会牧会哈，如果就是我们现在是马库斯教会的对面的部落的教会，夏牧师有去过，
如果你有去过那个部落的话，那个教会是在最高顶的地方，那四下无人啊，都没有什么人，只有一间教会在那里。那只有平常只有礼拜六还有礼拜五的祷告会看到人而已。所以我们去那里牧会的时候，当时候亚当牧师也是中会的教社部的部长啊。我们知道教社部啊，我们总会的教社部常常有灾难，他就会出去了。所以有时候常常就是我还有我的老大跟老二，我们3个人。所以我常常在那里就没事就弹钢琴。其实我不是音乐系的，也不是，我也看不懂那个豆芽哈，我看不懂。然后只是因为很无聊，不知道要做什么哈。刚去那里的时候。就在那边乱弹，奇怪怎么会弹的？然后怎么会有音符来的？很奇妙，上帝可能就是怕我太孤单。然后这首歌原本是要出去比赛啦，我用诗篇57篇，我们族语哈，第1届的中会泰雅中会的族语创作，我想说试看看呐，然后结果就做出这首歌哈。然后，结果我想说还是要祷告清楚啊，不然去唱歌会丢脸。然后我很喜欢在一棵那个树下祷告，因为那个可以看到那个山哈，还看到那个巨木，巨木看不到啦，就是那个方向。然后就在那边祷告，祷告的第1天，上帝好像没有感动说要去。然后我说在祷告，第2天、第3天，有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你只要唱给我听就好了。”好了，上帝啊，我说没关系好了，我就自己唱了。然后过不久，我的爷爷哈他就生病了，就是我的阿公生病了，那住在加护病房，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年事很高，那这首歌我就唱给他听，我在加护病房唱给他听。第1首我的创作就是这样唱给我阿公听。我相信上帝真的是很恩待我的阿公。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人影响着我们。我相信他们成为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的那种生命的品格的影响。上帝都纪念他们，感谢主。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第3首歌，叫做《Bagas Bagas》。我们来一起念这个雅各书，我们一起念来。腓立比书4章10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首歌，是我们在牧会当中里面遇到的一些瓶颈。当时候我的牧师还不是牧师的时候，他是传道人，他跟我说他不要做传道人了，是休息1年，我心里想说休息1年那怎么办？我们要吃什么了哈？我是学护理的哈，我本身是护理师。但是因为嫁给牧师之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到各处教会牧会，所以我不知道我还不能再去工作哈，已经离开临床那么多年。然后他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我以前上班的老板娘啊，她就说一个私人的安养中心，我在那里工作过。他就说你要不要下来帮我一下这样哈，那我就跟我那个牧师讨论以后，他就说刚好休息1年了，你就下去工作。好，那就好吧，我就顺服。那我们知道那个我那安养中心有很多是外籍劳工嘛，那我就住在他那时候在珍稀堡教会牧会，我是在山下就是工作。那我都是跟外籍的看护一起工作，所以他们说有时候我经过那条那个要去上班的地方，我都跟着外劳他们一起嘛。
怎么有一个比较白的外劳嘛？说，我就听到他们在讲，因为每天都要走的。那我记忆很深刻是这些我姐妹们呢、半夜啊，我都听到他们在哭，可能想孩子，可能想老公啊家里，因为真的不容易嘛，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那他们在哭，我也在哭啊，因为我也想我的孩子，我也想说啊，万一牧师真的那时候真的不要牧会怎么办呢？我心里想很多哈。然后有一次下班了，我就去到那个咖啡厅，那时候还记得是85度 C 的那个咖啡，那时候下班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人，就我一个人，然后就随手就拿一张纸，我就很想念我的孩子，不知道他们怎么了，爸爸有没有好好的给他们吃饭等等。我想到我的传道师那时候真的不要牧会怎么办？于是乎很奇妙哈，有一个音乐就进来了，就是这首歌，而且当时我没有任何钢琴，也没有录音笔，这首歌真的是奇妙哈，就这样子，我把它记下来。我们来一起喜乐，喜乐是我们基督徒重要的一个标记。当我想到所有的使徒，他们在被逼迫或是在监牢的时候，他们仍然有里面的喜乐，里面的刚强，是从哪里而来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哈利路亚。旁边是你的爱人或者是家人，你可以跟他一起握手啊，这是喜乐的，谢谢他给我们喜乐的生命。Inlu
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耶稣都知道。感谢上帝，我常常激励，有时候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不知道牧师是不是哦，有时候很多时候，想讲也不能讲，很多话哈，师母啊，像我身份是师母，很多时候都是弟兄姐妹有问题找我嘛。我还有一个护理背景啊，就是在部落哈，如果客人有什么受伤的哈，哦，都是找师母，半夜有孩子发烧，师母。有时候常常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累哈？但是因为常常就是，也因为这样，我把很多的我的心里就把它做成歌了，因为在祷告当中，在敬拜当中里面，神就给我力量，使我想到神话语里面，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人物，这些我们信仰的长辈，属灵的榜样，他们怎么去经历的？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圣经是我生活一切的准则。我希望，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给我们亮光的。如果我们中间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是我们真的期待有这样一个圣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常想，我的声音可能过几个礼拜你们就会忘记了，因为我也是这样，每次邀请到教会来的，可能你们还会听，还会想念几个礼拜，但是很快就忘记了。但是耶稣，过去到现在，他是活着的，他是活着的。他为你跟我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亲自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且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是复活的耶稣。我们现在的信心，一切的来源都是因为复活的耶稣。对我来讲，当我虽然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是因为我妈妈哈，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是我们家隔一道墙就是教会了，因为我阿公是牧师的关系。我妈妈6点了，礼拜天的时候就把我说起来了，我们去扫教会。是她训练我这么爱耶稣。但是那个仅止在一个父母亲带起来哈。我在26岁的时候遇见耶稣，真正的知道被圣灵更新的我，认罪悔改，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如此骄傲骄纵的人。直到耶稣，我听见内住的声音对我说：“孩子，不论你犯了多大的罪，我一样爱你。”2次的声音很清楚的对我说：“孩子，不论你犯了多大的罪，我一样爱你。”于是我看见丑陋的我，我看见我一个骄傲的我，我不再需要靠我自己。你知道那种感觉，好像是我欠了几千万的债务，然后有人对我说，这个债主对我说：“你不用还的，有人替你还。”不一样的生命，不再一样的生命。我超越我所看见的我，因为我知道有耶稣爱我，神真的爱我。因此，在我里面有很多的爱，我也可以来爱人了。无条件的爱，是耶稣的爱。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常常是如此，但是天父的爱是无条件的。你听见了吗？这首歌。你听见了吗？是在司马库斯部落
专辑里面另外一首收录的歌。这首歌的创作是因为，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人活在罪中里面，在黑暗当中里面行走。于是我创作了这首歌，你听见了吗？我们有时候像受伤的孩子一样，我们有时候不想放掉那沉重的重担，可是耶稣说：“孩子啊，你来到我这里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说8章12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靠耶稣的圣名，你若愿意打开你心门，靠着耶稣的名，你就可以得着。”你是否听见了呢？孩子们啊，到我这里来吧，放下你的重担，走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首歌。Magkaisa manag kung halahoy lang Makikupin nakasuhan Sa unga kukin ngunguso Bakon suha magising pangandya Jusu lalaki wahdi kasahoy mo Lahi koraman na kung inungan Wam kangi semyak na tuki Jiu kuduh tuki semyak Sunan bingkas ruin sunan Semuan suha betaya falihun su Sebuah lalu Yesus Kristo Jusu pengan hangayang lalaki wasi kasahoy mo Lahi kwaraman na kung inungan Wam kangi semyak na tuki
谢谢天父上帝的恩典。莫会西木瓜拉，泰雅语莫会西木瓜拉，只是谢谢大家。那我们学一句我们泰雅族的话 ，loga， 楼嘎，你到泰雅族的部落，你会这一句就很厉害了。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听这样的诗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我们还有西木瓜啦，谢谢。我们谢谢谢谢闪游泳师母，还有她女儿美好的伴奏。那今日是台语的礼拜，但是他们用华语，我们想都听得懂。看音幕哪拢知影歌词的意思。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师母，来拍手拍手，谢谢。咱第一场甲第二场礼拜拢有咱幸福小组的 best 来参加。咱第一场台语的人较少，第二场应该是较济安尼我听到咱的师母的分享心内有足多的感动啦这感动是综合的综合的。我听到咱的师母讲伊囡仔的时阵做阿公的小跟班，嘛是小天使啦行12点钟最近牧师咧行路行10分钟就艰苦行12点钟，就是为着要去传福音。有时咱看见讲，咱台湾的原住民兄弟伫山顶，甲成足无方便咱拢想用咱平地咧想啦。事实我有感觉讲，上帝足疼咱的原住民呢，因伊伫山顶有一个免费的冰箱伫山顶免去讨趁，到边满满的都有菜通好食动物嘛不在因掠安尼所以你知影讲，咱原住民有时候他不需要存太多钱你想讲他们为什么那么的潇洒？不是啦，因为上帝就在他的周遭大行拢准备变的佫较讲唔免吹冷气，你敢知？唔免冷气安尼。咱台湾咱有时想讲，咱拢较惯势家己工作的，也是共讲语言的，咱较熟。事实咱台湾的民族是足丰富，你敢知影？然后原住民就16族呢，16族最近咱台南上近的遮，咱的这个西拉雅族迄个视线嘛，讲恁一另外一族无毋对，即嘛因的语言佫互开发出来心内足感动。我有几样感动，第一就是讲上帝听咱的原住民，在山上那个最不方便的地方，上帝给他们最方便。咱即阵现代人咧要讨趁要趁100块、1000块，你爱偌无用的。因为咱电脑咱有心有负担，对无？你身躯若无几块银，你出去干那坐车，你就无钱通坐车。你要去全年免费的晓？所以咱会欠嘛，咱会想要去趁钱嘛。一生就为着这个钓活咧娱乐。咱的原住民朋友，上帝给他们免费的在山上逐项拢有。所以什么人较幸福？真歹讲。但是师母她唱这些诗歌，让我们去了解说，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更认识神，更体验神。师母有讲，伊20几岁的时阵，从小虽然跟阿公一起在教会，跟爸爸妈妈在教会，但是他真正被神触摸，就是讲上帝改变了他。今仔日咱有真侪咱的这base 的好朋友上帝是真实的，主耶稣的爱要拯救你。所以当咱为着人生咧拍拼无用的时阵，我想讲，我若有主通倚靠，若有耶稣甲我帮助，我一定得到更较多丰盛的生命。这是咱今仔日邀请师母来分享足重要的目的。我拄有讲，咱台湾有原住民，实在是足上帝足大的恩典呢。事实咱历史上400年来，
大先信主耶稣的，先信主的，就是咱的西拉雅族啦。因今年咧庆祝几年，你敢知？395年，395年以前，因就得到福音啊！你看，迄毋是咱的迄个啊，就是讲咱的大哥嘛，伊咱的台湾的大囝啊，因先捌上帝呢。咱伫迄个日本时代吼，日本人来到咱台湾啊，咱特别反抗嘛吼，本地人吼怕无几日就死去啊。原住民在山上，他有办法跟日本人抗争好几年，因为因搬山过岭，日本人抓袂到啊。啊，赛德甲巴莱就是这个故事哈。他们原住民他们在音乐、在艺术哈，特别是在运动、体能哈，真的是我们要感谢主。那若无台湾若无原住民，敢足白手无味就对了哈。还有他们。我们就丰富了，所以我们很难得有这个文典哈。透过我们之前的蔡牧师，今天的师母来我们这边分享，啊，互咱知影讲哦，咱徛伫一个足水的国家，咱这个岛屿足水的民族，啊，足水的民族，啊，咱用感恩的心，啊，咱的第二堂吼，师母要搁唱无共款的诗歌哦，啊，要搁分享，你若时间会有够吼，讲啊，搁落来楼骹坐一下，啊，再搁起来。听第二场，更较欢迎哈，更较甲咱欢迎。啊，我真正邀请咱在座真侪好朋友哈。这个礼拜哈啊，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我们一起分享主的爱。啊，你若有愿意，欢迎你继续来教会。你若有感动讲，我要搁较深的认捌主耶稣，甲咱的迄个幸福小组的兄弟讲，我愿意加入这个大家庭内底，加入这个安尼。幸福稳定的家庭，哈，欢迎恁哈！啊，咱们来唱一首回应诗啦哈，唱条回应诗台语的哈，152首，圣诗154首，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予我为牺牲流血，救我罪人性命。咱来吟第1节，啊，甲第4节哈，咱来坐咧吟就好。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予我为牺牲流血，救我罪人性命。主，我来救你，我搭救。第4节唱第4节，救主叫我敬虔，我着祈祷无停，着行日来受主的戒，直到进入天庭。主，我来救你。下面咱一个大祷的时间吼，我要邀请咱兄弟来为着几项事做伙来祈祷。第一，咱为着三游民师母所分享的献上感恩，伊所领受到圣神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同款，这个恩典咱大家人拢享受。特别咱今日有8时在中间，求圣神也感动因。互因知影，伫这个世间，除了人的拍拼以外，有主耶稣的恩典甲祝福。咱为着三游民师母因的侍奉来献上感谢，为着8时因这个圣神的恩典来献上祈祷。第二，咱为着咱11、12月，咱陆续举办真多的福音主日，
咱的感恩节、福音地会、圣诞节的会这个感恩的餐会，咱求上帝亲自做工，互咱伫逐项所做，圣神亲自来稳准，亲自来成就。第三，咱为着疫情紧会当止煞，大家人恢复正常的生活。咱教会中有病痛的兄弟，咱提名替因来祈祷，求上帝施乐，亲自医治因，互因看见上帝奇妙的恩典甲医治。咱为着家己的欠缺甲需要，伫主面前来祈祷。咱大家有惯势开声，大家做伙开声，做伙来祈祷。在主，阮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使阮所有伫阮中来中间能力恩典看顾伫阮中间，我着在你们师母伊所分享的话，诚说阮每人即个心中即个画面美妙，会通伫上帝你的听内面享受着天顶来祝福。主啊，阮为着百姓来祈祷，每只百姓的心拍开，圣神亲自感动因，阮知影。人生的拍拼中间，有主耶稣通瓦靠，这是上至好、至大宝贵的生命。感谢主，阮为着阮的福音主日以及阮所有的福音事工，伫11、12月所做的工，上帝你亲自甲伊成就。阮为着阮教会中病痛兄弟，恳求你亲自施了你的医治甲好帮，施了恩典祝福伫因身上。阮感谢你，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今早起第一场的礼拜，有遮尔多兄弟姊妹做伫遮享受到上帝恩典、上帝祝福。通过三一游民师母伊所分享的，伊的见证、伊的诗歌，上帝予伊恩赐伫山顶迄个美丽的世界，上帝予伊上水的歌声，上帝予伊上水的音乐，通感动阮。主求你继续祝福伫伊的侍奉。无论伫山顶咧牧会，还是到逐位分享你的听，求你亲自来使用伊，互伊诚侪助你恩典的器具，来保养你的好名声、你的恩典。我为着所有的百姓今日在阮中间来感谢，求你圣神甲因同在，赐到你的恩典、你的感动、你的听伫因的心上，互伊甲阮有份，拢常常伫教会做伙享受上帝的祝福。我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是因为因拄着软弱，拄着歹的搅扰，我确信主你同在的时，这一切负面的、无好的，拢完全要离开。上帝要使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使因上帝祝福伫因的身上。感谢主，愿阮今日聚会，上帝你亲自感纳。阮第二场礼拜也叫你继续来带领，愿阮有美好的敬拜甲服侍。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这个时要来奉献。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主
请坐。这时，咱做伙来背诵这个月的金句。咱来坐读一解。耶稣应伊讲：人若听我，伊要守我的道理，我的爸要听伊，阮也要就近伊，搁甲伊同徛起。约翰福音14章23节。咱做伙来看周报。下礼拜侍奉当天，聚会是食生油长乐。我有甲遮的迄个报告吼，小花庆历节，就是咱11月、12月教会的事工的安排吼。咱即礼拜甲下礼拜拢是福音主日名人开讲。今日呢，咱真欢喜，好了，邀请司马库斯的沙运游牧师母来做主讲吼，请李家咱做伙用掌声来多谢伊今日的着话。下晡咱有迄个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加。下礼拜11月20日的福音主日的名人开讲，咱是要邀请曹永山牧师夫妇。详细哩下礼拜是感恩节的奉献主日，咱要用行动来感谢主对年头到年尾的看顾保守，互咱通安然徛在，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凡事咱拢着感谢。下礼拜上时10点半。伫1楼的大厅，咱有一个流行感冒的疫苗注射吼，请有登记的兄弟姊妹会记得扎健保卡吼。下礼拜第一主日了10点半伫1楼的大厅。即2、3礼拜吼，11月嘛是各牧区小组陆续要举办感恩节福音的地会吼。咱第5期的幸福小组已经进入第3时期吼。咱邀请 Best 来参加这个福音主日。咱今仔日有看到有几位 Best 伫咱的中间吼，咱小想用掌声吼来欢迎因吼。咱现在已经有收到几十位的咱的决志要伫12月来受洗的兄弟姊妹，咱继续搁来为着即个代志来代祷。12月初4下晡1点半，咱有要举行即个年度事工的研讨会吼，咱要邀请现任的中级区长、小组长、团契首长、团队的队长。全职的同工做伙出席来参加。12月11、初4来11吼，咱有举行大将节、圣礼典甲洗礼式吼。12月24下暗5点半，咱要去来归仁饭店举办全教会性的圣诞庆祝会。甲爱宴吼，详细的细节咱已经报足一解啊，所以我就无详细来讲。12月25圣诞节赞美礼拜吼，12月31咱有一个年终祷告会，我甲咱11月到12月咱的 schedule 吼，拢甲逐个人安尼简单讲，咱会当放伫咱的行事历吼。11月、12月，安尼就一冬就过去啊！吼，我念念的已经年底啊。好，煞接咱看咱看即个奉献吼，奉献的名单若是有出入，请咱按过价来订正吼。咱以上请牧师补充来报告。多谢哈，我来做介绍啦吼。
除了拄则咱有介绍三义游民师母因的家庭家族拢总有6位以外咱小等下，咱第一场线因要休困一下，咱请东江来按内来去到心灵转角遐做一个休息好还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咱有一张信廷夫妇伫遮无？来，信廷夫妇来欢迎，就丢水夫妇欢迎恁，送一个礼物互恁咱泽豪的厝边今日来咱遮，欢迎你来，常来好，请坐。过来是咱的张淑英姐妹伫遮无？是咱英贤姐带来来，淑英姐妹欢迎你。搁一位是咱的郭竹云姐妹，欢迎拢是咱英贤姐足骨甲因邀请检采阁有其他的朋友伫遮，若无资料，毋过足欢迎恁欢迎恁拢做伙来参加。咱第2场礼拜有缘阁有亚山游民师母伊的分享，欢迎咱时间若无影响，会当阁留落来顶礼拜呢，本来有一项无报告着，就是讲咱今日的苏琴啦依婷姐妹伊的爸爸伫顶礼拜拜六举行告别式，伊顶礼拜日有来聚会，牧师无看到无特别甲因表示啦总是咱补甲因表示咱教会大家人的关心依婷姐妹今日过来遮苏琴讲妈妈顶礼拜嘛有来，伊的兄哥嘛有来咱第2场礼拜的美贵节会来咱代表咱来甲因做关心毋知阁有亲朋友伫依婷伫遮好请坐。毋知有其他的同工有无介绍到无 ？OK， 好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就好就是讲咱的迄个圣诞餐会遐尼即位咱尽量看会当后礼拜先第一批甲报入来咱要统计一个人数。无咱这主人咱满足伫咧负责倒声，伊讲哇啥嘛，若无人报，我毋着家己食咱即马听讲月底咱口罩就会使拔落来，当然这人多的时阵阁挂咧，出门就会当拔起来表示讲咱已经稳定落来昨昏剩万几个应该会慢慢降所以大家较毋免为着讲我去食饭敢会安怎啦若会安怎你去逐位拢有顾着咱平常时出去外口餐厅嘛咧食饭喺外口有时甲人接触，有时口罩拔落来嘛是拢咧接触所以咱鼓励兄弟若你有小组有团契，赶紧报名恁兜有几个人要参加，拢甲记落去，有名搁较好，因咱要整理迄个名单倒声咱即摆拢足注意的，拢名单拢甲你列落。第二，咱若有小组的若无参加小组团契你就甲咱的干事讲我阮兜有几个人名拢甲写起来咱希望讲后礼拜先第一批的人数有够过来咱就要开放你若有朋友亲人你有好朋友特别参加，嘛会当开始报名互咱尽量讲11月底以前初步有了解讲大概有几桌咱要甲餐厅讲，若毋则会咱甲咱定即个桌会较好势啦即点请大家帮忙。搁另外一个，因为咱后礼拜有第2场的即个咱的即个名人开讲咱的曹永山牧师因夫妇要来伊嘛是第1场是师母要讲，第2场曹牧师要讲，拢无共主题所以欢迎咱大家甲时间准备落来，2场拢来听搁较好因为咱迄个时间有相定达着所以咱后礼拜嘛同时要举行即个感恩节的现金奉献咱教会实在是已经足好的奉献的迄个心态是讲咱的好的即个习惯，咱平时拢有咧做11奉献，但是咱嘛鼓励讲，咱即个感恩节是一年一个特别的感恩的时刻所以咱有准备一个特别的奉献地，牧师手提这红色的迄咱放伫招台桌你若讲我准备准备今年我要用啥物来感恩上帝我就早转去厝用祈祷的心照你的开力来准备好甲咱咱的奉献编号咱甲写咧后礼拜咱要做伙来奉献上帝，求上帝加天加倍赐福伫咱众人的中间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希望咱若有方便第2场礼拜，咱搁落来听师母伊美好的歌声甲见证。好，多谢。
请咱起立做伙来吟上用的诗歌，应光归圣父上帝。今时线，请牧师做祝祷。应光圣行，诚心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咱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帮赞，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来默祷闭会。